你们应用先来收拾一下，等一下上课要用车的处费，大家要记得填单的吗？中低收入、中低收入、中低收入、军公教、军公教、军公教、农渔民、农渔民，或者是这些人、民，也可以说这些人、这人。身心障碍、身心障碍、身心障碍、写、下、商量、参详、很好，请问很多偏不解？卖头申请中低收入的补助。我就加解问题爱先强调很。好，请问很是军公教人面做生意也是唔免？唔咩呢？请问很就身心障碍的身份么？那么呢？你是真强单，很袂晓写么？念起来哪像真难写？无要紧，很先提前开，含不含印参详一下，规下写好，再摕来申请好么？好，有啦。